英國天使靈氣官方證書工作坊第1至2階及第3至4階接受報名中。呢個係來自天使王國嘅邀請，讓你找回真正嘅自己及永久成為天使王國嘅管道。英國天使靈氣係一個範圍極為廣泛且全面嘅能量系統，學員可療癒自己、他人同動物，豐富內容包括調整個人及空間頻率，甚至在睡眠中為自己進行療癒，為個人與空間建立保護，與天使王國建立永久連結，深層次嘅能量清理，例如移除以太植入物、解除前世誓言及契約等，進行多層次嘅深度修復，包括靈魂層面如收回碎片及光體與 DNA 層面，促使靈性迅速提升，加快靈魂揚升嘅進程。此工作坊由CC老師教授，CC 從 Christine Core 及多位海外靈性知名導師，並在多個領域取得專業認證。目前，佢係本地少數完全100%由 Christine Core 親授嘅導師之一，並取得 Christine 所有相關課程嘅導師資格，包括英國天使靈氣、Golden Heart Merkaba of Metatron、Wisdom of Metatron 以及 New Sambola 等課程，清楚及熟悉整個系統背後嘅理念。天使靈氣係由大天使麥達暢 Metatron 經由 Kevin Core 將呢套天使給予系統接引到地球，並與佢嘅太太 Christine Core 共同創建出天使靈氣系統。呢套能量系統適合所有渴望愛與光嘅人，凡是願意連接無條件之愛，渴望與天使合作嘅人，都可以成為天使靈氣療癒師。在本工作坊中，你將有機會與內在神聖連結，接受天使王國嘅深度清理，包括業力及乙太植入物、調頻與點化，成為純正嘅天使能量管道，與天使揚升大使及銀河星際療癒者們合作，為有需要嘅人、動物及植物進行療癒。呢個係一段深刻且強大嘅靈性體驗，亦都係踏上靈魂揚升之旅嘅開始。你就是豐盛愛及智慧的源頭。參與工作坊後，你將獲得以下嘅益處：促進生命轉化與成長，與天使建立更加深入、更美好嘅連結。完成點化後，天使將永久與你合作，療癒自己與他人，成為潔淨通透嘅能量管道，提升正面頻率，斷開與負面事物嘅連結，在身體上形成靈氣嘅保護層，穩定情緒與能量，療癒動物植物，並為水晶進行天使級調諧，為居家及工作空間進行天使調頻，創造充滿愛與和平嘅環境。第1、2階工作坊內容，導師CC將以淺顯易懂嘅方式介紹靈氣理論，並帶領各項實作練習，讓你能在日常生活中自如運用英國天使靈氣。1、英國天使靈氣嘅起源與背景。2、來自創辦人海文科瑞與大天使麥達暢嘅訊息。3、了解揚升大師迪瓦爾庫爾與聖哲曼。4、天使嘅定義與角色。5、空間奉獻與療癒空間嘅關閉方式。6、點化前嘅業力與脈輪清理。7、1、2階天使靈氣點化流程。8、神聖天使國度由30位大天使組成嘅軍團進行嘅天使調頻。9、大師水晶嘅點化與調諧。10、初階療癒符號與靈氣。11、4種天使靈氣療癒方式。12、遠距療癒技巧。13、支持懷孕婦女、嬰兒與電藍小孩嘅方法。14、在日常生活中運用天使靈氣。15、為療癒工具進行能量調頻。16、水晶、卡牌、蠟燭、音樂嘅運用。17、感受體冥想與體驗。18、防止干涉宣稱與解除前世誓言及契約。第3、4階工作坊內容係成為天使靈氣專業療癒師與天使靈氣大師級教師嘅前導課程。導師CC將以淺顯易懂嘅方式介紹靈氣理論，並帶領各項實作練習，讓你能在日常生活中自如運用英國天使靈氣。1、神聖空間的清理、開啟及關閉。2、回顧天使能量及大天使的本質。3、接地冥想及感受體冥想。4、點化前的業力、多維度及層面清理、負能量實體釋放。5、清理並調諧至天使靈氣第3、4階。6、天使靈氣3、4階點化。7、介紹第3、4階調頻中所給予的靈氣及療癒符號。8、重溫第1及2階4種療癒方式。
9. 學習2種天使靈氣療癒方式，包括用眼神傳遞療癒及連結靈魂家族。10. 宇宙光線冥想。11. 大師級大天使引發。12. 對靈魂家族的理解。13. 運用天使靈氣於日常生活層面。14. 回顧水晶、卡牌、蠟燭、音樂等在天使靈氣中的運用。15. 回顧防止干涉宣稱與解除前世誓言及契約。16. 由神聖天使國度所進行嘅天使級調諧。其他重要資訊：一正式開始前，CC 老師將特別安排一次免費嘅天使靈氣集體療癒，幫助學員調整身心，為接下來嘅學習旅程打下良好基礎。2. 工作坊時數建議至少17小時，以確保學員能充分吸收與體驗整個系統，促進身心靈嘅轉變。3. 線上群組永久支援，持續交流與學習。導師簡介：CCC 從 Christine Core 及多位海外靈性知名導師，並在多個領域取得專業認證。目前，佢係本地少數完全100%由 Christine Core 親授嘅導師之一，並取得 Christine 所有相關課程嘅導師資格，包括英國天使靈氣、Golden Heart Merkaba of Metatron、Wisdom of Metatron 以及 New Sambola 等課程，清楚及熟悉整個系統背後嘅理念。他亦是戴安娜庫珀白光學院多項課程的香港區註冊教師及臼井靈氣的大師和教師。他同時也是英國占星學院認證占星師、尼泊爾認證的頌缽療癒師、塔羅占卜師、西洋魔法師及亞卡西紀錄解讀師。